家好，我是丁如。今仔日阮要将华语的新闻翻译做台语。即马阮先来看一段影片。还要来关心的是大甲妈绕境活动，今天深夜11点起驾，一大早包含了宫庙绕境队伍，还有大甲镇澜宫周边摊贩都在忙着准备，非常热闹。也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今年的绕境有一些地方跟过去不太一样，包含用餐盒来代替大锅饭，而且不开放室内用餐，不提供住宿。绕境队伍还有进入宫庙都是有限制人数，同时也会落实量体温，还有戴口罩这些防疫措施。一大早，镇澜宫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在准备，因为11号晚上11点就要展开绕境活动，而宫庙周遭摊贩、民众也已经聚集起来，大家都说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我就是跟3天这样，尽量啊。受到疫情影响，大甲妈绕境除了延后举办，今年绕境时也有5点不同，包括用餐之前是大锅饭，今年是发餐盒，宫庙内不能用餐，要移到室外。以往会让信徒在香客大楼打地铺，今年也不行，有宫庙规划让民众住在市场里。另外，进入各宫庙都要戴口罩、量体温。往年大阵仗的绕境队伍，今年也限制在800人以内。今年开会，跟我们所有的团队，每个团队不能超过10个人进到庙。所有的团队都超过200-300人，他们都会在蒋公路来携带。800人是在神教的煎熬，一定不会超过800人。镇澜宫说，为了避免晚上起驾时太多人挤在一起，已经呼吁信徒在早上就到下一个点来守候，分散人流，避免群聚感染。华视新闻吴丽安、林品欣 SNG 小组台中报道。好，今麦阮来欢迎品格为阮小解第一部分。大家好，我是品格。好，第一句，还有大甲镇澜宫周边摊贩都在忙着准备的周边摊贩，你会安怎翻呢？我会翻做附近的单位。为虾米摊贩无直接翻做摊贩？因为摊贩这个词较华语，所以阮甲台语有一个词叫做面单啊，所以阮用这个词来翻译，就较有台语的开口。好，第二句包含用餐盒来代替大锅饭的餐盒跟大锅饭，你会安怎翻？餐盒我会翻做便当，大锅饭我会翻做大鼎饭。因为伫华语内底，大锅饭的意思就是伫大鼎内底煮的饭。好，最后一句不提供住宿。住宿这个词是较华语的讲法，你会用啥物台语的词来翻无？我会翻做大的所在，无就是休眠的所在，就是用意思来翻做台语。安尼是嘛会使啦。好，第二部分就由我来翻译。第二部分的第一句，同时也会落实量体温还有挂口罩这些防疫措施。阮是家己翻做。而且嘛会执行磅体温，阁有挂喙罨这个防疫政策措施。虽然有一个台语的词叫做措施，毋过阮感觉迄是较华语的用法，所以阮翻做政策会较适合。第二句，而宫庙周遭的摊贩还有民众也已经聚集起来，阮翻做宫庙附近的单位，阁有民众嘛已经聚集做伙。聚集，阮直接翻做聚集，毋过也有其他的用法嘛是会使的，亲像点做伙。第三句，受到疫情影响，大甲妈除了延后举办的延后，阮是家己翻做延期，毋是延后，因为阮感觉延期较符合伊的意思。好，第三部分，阮来欢迎香菱。大家好，我是香菱，第三部分由我负责。好。第三部分的第一句，以往会让信徒在香客大楼打地铺，这句你会安怎翻？以往吼，我感觉会当用向时啊、卡早啊、椅早啊这种就好。打地铺较华语啦，阮会当直接用解出去翻译，亲像休困啊这种。毋过地铺嘛有台语啊，亲像空床，对，就是咧讲通铺安尼。所以这句你会安怎翻？就是。较早会互信徒伫香客大楼休困，安尼。好，第二句，往年大阵仗的绕境队伍，今年也限制在800人以内。这句的大阵仗是较华语的用法，你会安怎翻呢？我会直接翻做大阵，对。头前的往年啊，嘛会使改做往时，所以这句直接念着会讲，
往年大阵的绕境队伍，今年嘛限制伫800个人以内，就是安尼就好。好，再后一句较长哦。郑南宫说，为了避免晚上起驾时太多人挤在一起，已经呼吁信徒早上就到下一个点来守候，分散人流，避免群聚感染。这句较侪华裔用词，亲像呼吁、守候、分散人流，避免群聚感染。这你是要安怎讲嘞？呼吁呢，伊有台语两款，亲像呼吁，对。毋过若是用解说去翻啊，伊会宣导，对。首后嘛会使直接翻做单台啦，安尼较口语。分散人流哦，用解说去翻，伊就是分散人群，对。分散人群，对。避免群聚感染。群聚感染这是即摆武汉肺炎爆发了后新的名词，对。所以呢，伊嘛会使直接翻，毋过较华语叫做群聚的感染。毋过若是用意思去翻，伊会使直接讲人群的组织的感染，对。这句较难哦。对，真正难。因为即摆肺炎啊，出现足侪新的名词，亲像顶头所讲的群聚的感染啊，抑阁有社交的距离。毋过平常时啊，大家讲到防疫的用品拢是讲华语，你会使用台语小解几个无？亲像防鱼清啊、喙暗、阁有酒精这的用词，后一日阮会详细甲大家小解。虽然即摆疫情已经豆啊平和啊，毋过嘛是爱请大家较常洗手的。伫最后，阮会甲头前的影片翻译做有台语字幕的。阮的节目到这结束，多谢大家，再见。还要来关心的是大甲妈绕境活动，今天深夜11点起驾，一大早包含了宫庙绕境队伍，还有大甲镇澜宫周边摊贩都在忙着准备，非常热闹。也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今年的绕境有一些地方跟过去不太一样，包含用餐盒来代替大锅饭，而且不开放室内用餐，不提供住宿。绕境队伍还有进入宫庙都是有限制人数，同时也会落实量体温，还有戴口罩这些防疫措施。一大早，镇澜宫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在准备，因为11号晚上11点就要展开绕境活动，而宫庙周遭摊贩、民众也已经聚集起来，大家都说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我就是跟3天这样，尽量啊。受到疫情影响，大甲妈绕境除了延后举办，今年绕境时也有5点不同，包括用餐之前是大锅饭，今年是发餐盒，宫庙内不能用餐，要移到室外。以往会让信徒在香客大楼打地铺，今年也不行，有宫庙规划让民众住在市场里。另外，进入各宫庙都要戴口罩、量体温。往年大阵仗的绕境队伍，今年也限制在800人以内。这里开会，不能所有的团队，每个团队不能超过10个人进到庙里。那所有的团队都超过200-300人，他们都会在蒋公路来携带800人是在神教里进到，一定不会超过800人。镇澜宫说，为了避免晚上起驾时太多人挤在一起，已经呼吁信徒在早上就到下一个点来守候，分散人流，避免群聚感染。华视新闻吴立安、林品欣 SNG 小组台中报道。